喺珠海啊，上個月啦，仲賣緊8000零蚊嘅一線河景房啊！你哋話呢個價錢值唔值啊？屋企樓下咧仲有個公園啊，食完飯落嚟散下步咧，仲望住咁靚嘅河景，真係非常之正啊！真係早買早享受，遲買有折扣啊！全款70零萬，你就可以攞低呢個一線無遮擋嘅河景同埋山景單位啊！得閒咧，你就坐喺呢度曬下太陽，望住晚霞日落呢個 view，都真係值回票價。呢個單位入證咧88平，做咗2間房、1個廁所嘅。我哋見得到嘅裝修啦，發展商安排好晒嘅，包括埋廚房呢個咧 U 字型嘅設計，廚房3件套亦都安排好晒噶啦。主人房呢度呢個景觀啊，亦都非常之正，同樣係望翻一線無遮擋嘅河景同埋山景嘅。首期咧都係10零個就可以上車啦，每個月咧只需要俾2000零蚊啊！真係抵過你租樓住嘅，全款70零萬買得到咁靚嘅景觀房，真係少之又少。如果有興趣嘅，評論區抽3個6，我將資料發俾你。